讲到这掺水艦國造專案的調查前，黃曙光昨日發出聲明，講是因為伊個人感覺傷過忝頭，才會來辭職的。外界也伫咧關注講伊來離開，敢會影響到這量產掺水艦的計劃咧。國防部長邱國正今日表示，肯定黃曙光的貢獻，不過這掺水艦國造是重大專案，會由團隊繼續來推動，會因為黃曙光個人改變來造成問題。 整个过程，军旅生涯那么多年，当初也没有想到会待那么久，还难逾越。有时候压力大是必然的，但久了也知道怎么调整。国防部长邱国正特别卸任，汉尼第一镜头前讲到任内心情，赶快要卸任的，还有前一天发声明正式请辞的江南国造专案调集人黄曙光，伊讲因为身心拢真忝啊，甲他人还有政治因素拢无关系，未来会以民间人士的身份来协助，提供打造江南的资讯。 嘛，好有心人士莫个恶意攻击，打击军人的名誉甲士气。这会为留黄曙光吗？还是会准辞？他有相当尽职的一个人，我也是事后才知道，心里有感受，我可以感同身受。对工作推动来讲的话，应该不至于成太大的一个阻碍。邱国正肯定黄曙光的贡献，不过指出，江南国造是重大专案，会由团队持续推动，袂有问题。 同款是国造江南核心人物的海军中将邵伟勇去立法院做进度的报告，也若传出7只后续的军舰，预算的成本超过2800亿，宏至于每一只平均是比海军号阁较贵。邱国正是出来背会。第一次做有一些设施配备，第二艘舰以后，这些设施配备不见得是足够的，所以这里要我们要一个中算，整体的花费绝对不是像一般讲这多少亿除以7。 这样的话是真的是有欠公允。立委嘛关心讲，第一大船准处进行休港测试的海军号，当时会当交会。什么时候结束了？现在没办法跟委员报告，因为我们一项一项都要过关。每一条船交完舰之后，成军训练完，它就正式加入。好，那第一条什么时候嘛？明年交舰，一定有攻击人员，不然没办法通过我们港试，然后再做海试。 国防部表示，舰舰在每一项测试完成，才会当往后一个阶段来进行。希望明年会当交回予海军。针对8只舰舰的数量，敢有法度来捍卫大海？国防部回应讲，爱看整体的战略，才去做评估。记者综合报道。